你们不仁，我也就不义了。直到看了《连城诀》，我才真正读懂了金庸他对人性绝望式的探索，在梅念生的3位徒弟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梅念生在生死攸关之际，将连城剑谱抛向空中，让3个背叛师门的徒弟互相争夺。既然无法亲手将3人绳之以法，那就让时间来惩罚3个恶徒。而3个徒弟夺宝石狮的这一幕，正好被一个在江边游玩的男子看见。见老者跳进水中，命悬一线，急忙让船家顺着水流一路打捞。这几个徒弟也太绝情了。就在丁典快要放弃之时，在水下足足憋了半个时辰的梅念生终于爬上了船头。待梅念生苏醒过来后，丁典才得知眼前这位老者正是享誉武林的铁骨莫恶大侠。丁典早就对梅大侠倾慕已久，当即为梅念生运功疗伤。可奈何丁典功力不济，就算使出浑身解数，也无法逼出梅念生体内的淤血。这剑刺得太深了，已经伤及心肺。听说用金鲤鱼合药方能治愈。丁典当即决定，即使倾家荡产，也要找到金鲤鱼为梅念生治伤。梅念生见一个萍水相逢的陌路人竟然如此侠义，和他3个相处多年的徒弟形成极度的反差。待船刚刚靠岸，丁典便急忙前去寻找金鲤鱼，终于在一堆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金鲤鱼的踪迹。这金鲤鱼100年难得一遇，传说中金鲤鱼在黄河越过龙门就会化身为龙。白发老者即使使出洪荒之力，最终还是被水中小小的金鲤鱼拉着滑翔了数十丈，借助木板之力才稳住了身形。接下来白发老者便开始了一番绝佳的表演。在老者与金鲤鱼之间一番较量后，终于将难得的金鲤鱼收归竹篓之中，引得围观的群众一阵喝彩。人群中当即便冲出来2个富家公子竞价购买，可老者调来的金鲤鱼从来不卖，救命之鱼就在眼前，丁典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他愿意拿出全部家当，足足500两的银子购买这条金鲤鱼，救人于危难之中。这人是你的父亲？不是，是你师父？我们萍水相逢。非亲非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因为他是一个侠义之人，我们这个世上太需要这样的人了。一句这个世上太需要这样的人了，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我们当下又何尝不需要多几个这样侠客？白发老者见丁典可以为一个陌路相逢的人献出全部家产，这100年难得的金鲤鱼正是他价值所在之处，当即决定分文不取，将其送给了丁典。丁典十分感激老者。这世上虽然处处透露着奸猾狡诈，但也处处可见心怀仁义的侠义心肠。丁典回去后便要拿金鲤鱼为梅念生熬药治伤，可梅念生深知自己大限将至，决定将这难得的金鲤鱼留给需要之人。